早晨啊，弟兄姊妹，你今日有冇歡呼呢？我哋認識神愛我哋更加認識到原來神喜悅我哋，佢歡喜到一個程度，佢要住喺我哋嘅心裏面。我哋認識神對我哋嘅喜悅，因我哋快樂，我哋先至會因神喜樂噶。而更寶貴嘅，除咗知道神嘅愛，神對我哋嘅心，原來神仲託付我哋，使我哋有份一齊完成佢最榮耀嘅心意，就係教會要建造佢榮耀嘅家，神嘅家，真係好寶貴。你知唔知道？唔單止主有使命有託付，主亦都好榮耀咁樣完成咗阿爸佢歷世歷代隱藏嘅愛夢。今日阿爸同主亦都託付咗我哋，使我哋有份去完成呢個家，建造合意及佢心意嘅教會。想到我能夠17歲信耶穌，能夠好年輕嘅時候有份喺呢個洪流裏面，我真係感恩不盡。咁多年，感謝主嘅保守，使我冇隨流失去，仍然能夠活喺弟兄嘅中間，仍然能夠熱心為神嘅工作去出盡自己一份力。感謝主真係喺我哋嘅身上有佢榮耀嘅心意同託付，淨係咁樣都已經值得我哋一生嘅歡呼。我哋真係同主同阿爸嘅心意連上咗最大嘅關係，只要我哋肯，我哋都可以喺佢榮耀心意上面有份，因為佢真係託付我哋每一個，要差我哋每一個喺普天下嚟為佢作見證。弟兄姊妹，我哋人生嘅價值真係唔同晒。以前嘅漁夫成為咗第一代影響住世界嘅門徒。你睇下彼得、約翰，真係震動第一世紀。佢哋只不過係打魚㗎咋，但係佢哋已經得人，而且成為第一世紀教會嘅基礎，好寶貴。今日我哋喺完工嘅時代，我哋迎接住主嘅翻嚟，盼望我哋每一個都承接託付，一齊嚟榮耀主嘅名，一齊完成佢嘅心意。所以今日好想同大家唱一首歌《愛嘅回響》57，承接託付，一首好寶貴好寶貴嘅詩歌。晨光照亮沉睡的疆土，喚醒萬千心靈。神大愛像無盡愛的深海，在你內，在我內一同感應，至善至真妙愛，願與你齊成長，提升青翠松，走冬霜，葡萄樹芳香斑鳩聲音正明放響亮，求與你同離開孤傲還想感慨，瞭望美土應許安息地齊踏上，流出昔日榮耀的光彩，瞬息間已不再，同伴啊，莫回望太多感慨，要記住基督恩召何寶貴，竭力進取苦賽，
來吧，來吧，承接託付在你肩上，求能用信心將艱辛化成力量。來吧，來吧，承接託付在你肩上，洪流來往闖，心志更堅決，同步往。來吧，來吧。唱完呢首詩歌，希望你有時間靜落嚟回應佢。你亦都可以咧唱其他嘅詩歌嚟到敬拜主。總之咧就係有親近主嘅時光，同佢面對面。你可以先停咗個錄音先噶，完咗啦，咁你就開翻個錄音，我哋一齊讀聖經啊！願主祝福你。腓立比書第3章，弟兄們，我仲有話要講，你哋要靠主喜樂。我將呢啲話再寫俾你哋，於我並唔為難，於你哋卻係妥當。應該防備犬類，防備作惡嘅，防備妄自行割嘅。因為真受割禮嘅，乃係我哋呢啲以神嘅靈敬拜，喺基督耶穌裡面誇口，唔靠住肉體嘅。其實我亦都可以靠肉體。若係別人想佢可以靠肉體，我更加可以靠着啦。我第8日受割禮，我係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嘅人，係希伯來人所生嘅希伯來人。就律法嚟講，我係法利賽人；就熱心嚟講，我係逼迫教會嘅；就律法上嘅義嚟講，我係無可指責嘅。只係我先前以為同我有益嘅，我而家因基督都當作有損嘅。唔單止咁，我亦都將萬事當作有損嘅，因為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咗佢，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着基督，並且得以喺佢裡面，唔係有自己因律法而得嘅義，乃係有信基督嘅義，就係因信神而嚟嘅義，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佢復活嘅大能，並且曉得同佢一齊受苦，效法佢嘅死。或者我亦都得以從死裡復活，咁唔係話我已經得着咗，已經完全咗，我乃係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穌，所以得着我嘅。弟兄們，我唔係以為自己已經得着咗，我只有一件事，就係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嘅，向住標竿直跑。要得神喺基督耶穌裡面從上面召我嚟得嘅獎賞。所以我哋中間凡係完全人，總要存咁樣嘅心。若果喺乜嘢事上存第二樣嘅心，神亦都必定以此指示你哋。然而我哋到咗乜嘢地步，就應該照住乜嘢地步行。弟兄們，你哋要一齊嚟效法我，亦都應該留意睇住嗰啲照我哋榜樣行嘅人，因為有好多人行事係基督十字架嘅仇敵。我好多次話俾你哋知，而家有流淚嘅話俾你哋知，佢哋嘅結局就係沉淪，佢哋嘅神就係自己嘅肚腹，佢哋以自己嘅羞辱為榮耀，專以地上嘅事為念。我哋卻係天上嘅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係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佢要按住嗰個能夠叫萬有歸服自己嘅大能，將我哋呢個卑賤嘅身體改變形狀，同佢自己榮耀嘅身體相似。
今日我哋讀嘅呢一章聖經，大家留意下，保羅有3次咧提到弟兄們，我哋就可以用呢一度作為分段啦。由第1節至到第12節係第一段，可以話係講緊保羅嘅改變，以致佢竭力嘅追求就係要得着主。而第二個段落咧就係由第13節去第16節，保羅同弟兄們講佢人生嘅標竿，佢要成為完全人。佢亦都勸勉弟兄姊妹咧，要一同作完全人。而第3個段落就係由第17節至到21節啦。呢度主要就係講到保羅嘅榜樣，勸弟兄姊妹要效法佢。原因係喺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嘅壞榜樣，因為有好多人行事竟然係基督十字架嘅仇敵，佢哋嘅結局係沉淪嘅。咁我先從第一段同大家分享啦。今日讀嘅呢一段聖經，其實都睇見腓立比教會當時真係遇到啲問題，其中包括咗保羅所提醒佢哋3個要防備嘅對象，就係第2節嗰度所講啦，防備犬類，防備作惡嘅，仲有就係防備妄自行掘的。從呢一啲咁負面嘅形容，你睇見腓立比教會所面對嘅問題都相當嚴重。犬類就係指到不潔嘅人，相信係指到嗰啲犯罪嘅。第2樣就係作惡嘅，呢度嘅意思就係講到惡嘅僕人，可能就係指到咧喺教會裏面有啲人唔按真理嚟到講解真道。最後保羅話要防備嗰啲妄自行割嘅，呢度所講嘅人應該就係堅持要守割禮先至能夠得救嘅人。而佢哋所講嘅可能係更加嚴重，因為呢個割字唔係一般表示割禮嘅字嚟㗎，而係有用刀介傷自己身體嘅意思添。問題雖然係嚴重，但係好寶貴。第1節保羅係叫弟兄姊妹要喜樂，係喜樂嘅面對。之前講到保羅係識得利用難處嘅，因為佢深知道咧喺背後係神掌權嘅。神可以使萬事效力，所以佢勸弟兄姊妹要靠主喜樂，靠主你要面對一切嘅困難。保羅坐緊監都可以喜樂，佢就係靠主喜樂啦。保羅都得啦，腓立比嘅弟兄姊妹更加可以喜樂啦。所以第1節，弟兄們，我還有話說，你們要靠主喜樂。我把這話再寫給你們，於我並不為難，於你們卻是妥當。弟兄姊妹，呢度保羅都教緊我哋一件事，就係我哋唔係先睇難處，而係先靠主喜樂先。到主面前，我哋先能夠睇到事情嘅真相，亦都唯有靠着主，先至能夠解決問題。我哋嘅心只有靠佢，先至能夠喜樂面對。弟兄姊妹，唔知你而家係咪遇到有難處呢？如果係嘅話，不如我哋都學下保羅先啦，就係先使自己嘅心喺主面前快樂先，到主面前先，我哋就能夠喜樂面對一切困難噶啦。保羅喺提出咗要防備嗰啲人嘅時候，接住落去，保羅就係以自己嚟到講明點解外邦人信主之後唔再需要遵守猶太人嘅律法。佢首先係印證咗自己嘅出身，佢嘅血統係非常之純正。係希伯來人所生嘅希伯來人，佢咪就係出世第8日就受割禮嘅人，所以佢係可以靠肉體嚟誇口嘅。佢係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嘅人，喺律法嚟講，佢係法利賽人，仲係非常熱心逼迫基督徒嘅。所以按律法嚟講咧，佢係無可指責嘅，佢真係做到足，而且做到盡添。不過保羅講到自己嘅背景，相信目的就係講出佢自己比頭先所講嘅3類人更加厲害。如果嗰啲人以為咁樣就係敬拜神，其實唔係啦，因為敬拜神係以神嘅靈敬拜啊嘛，唔係靠肉體靠行為敬拜嘅。同埋如果佢哋以為咁樣靠肉體可以誇口嘅話，咁樣保羅嘅背景勁佢哋咁多，保羅咪更加可以靠肉體誇口。但係保羅冇，保羅就係以自己作為例子
向腓立比嘅弟兄姊妹講明呢啲人嘅教導，呢啲人嘅做法係錯嘅，唔好跟佢哋，要跟嘅就學保羅。跟住喺第7節，保羅講出咗佢嘅改變。保羅講自己嘅改變，講自己嘅經歷，當然目的就好想腓立比嘅弟兄姊妹都效法佢。保羅得救嘅經過呢，我相信腓立比嘅弟兄姊妹都好清楚噶啦。保羅喺呢一度所講佢嘅改變，係講佢價值觀念嘅改變，生命嘅改變。我哋再讀下第7節、第8節啦。只是我先前以為於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着基督。究竟係乜嘢令到保羅有一個180度嘅轉變呢？先前佢以為係有益嘅，變成咗有損。佢本來覺得寶貴嘅，而家變咗做屎，即係糞便，就係呢度所講嘅糞土啦。大家唔好覺得我粗糙，因為我覺得用廣東話呢個屎字係更加能夠活現到保羅嗰種嘅語氣。好啦，咁究竟係乜嘢令到保羅有咁大嘅轉變呢？從第7節去到第12節，大家都會睇到個原因係乜嘢啦。第7節講到，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係因為主。第8節嗰度講到，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亦都係因為認識咗主耶穌基督。而第10節，使我認識基督。第12節講到竭力嘅追求就係得着基督耶穌，所要我得的。主耶穌最要我得咩呢？就係得着佢。原來一切對保羅嚟講，如果喺主之外，妨礙佢得着主，妨礙佢更深認識主嘅，佢都睇作糞土。弟兄姊妹，你千祈唔好誤解呢度所講嘅得着主，就以為係信耶穌咁解。嗰個係得救嘅開始，而保羅所講嘅得着主、認識主，係講到我哋同主嘅關係越嚟越深，越嚟越經歷親近到佢，越嚟越寶貴佢，係咁樣嘅得着主。而保羅就話啦，我乃係竭力嘅追求。如果係講到得救嘅話，喺佢信主嗰日就已經得救啦，仲需要竭力嘅追求咩？佢竭力嘅追求，甚至係以丟棄萬事，看作糞土咁樣嘅態度嚟到追求，追求就係要得着主，最深經歷到同埋享受到主同佢之間呢份最個人性、最寶貴嘅情愛關係。呢段嘅聖經，保羅唔單止係提緊腓立比嘅弟兄姊妹，亦都係提緊我，提緊你。究竟我哋追求嘅係乜嘢呢？我哋所要努力得着嘅係唔係主耶穌自己呢？我哋係咪珍貴主同我哋嘅關係呢？保羅講出咗喺主之外嘅追求，其實都係屎嚟嘅啫。我哋係咪以主耶穌同埋主耶穌嘅心意為我哋嘅人生目標呢？盼望我哋都好認真嘅喺主面前諗下，呢件事係關乎我哋一生同係永恆嘅。保羅呢喺第12節好鄭重咁樣同腓立比嘅弟兄姊妹講，佢話，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了。呢個時候嘅保羅喺羅馬坐緊監，認識主一段日子，亦都不斷喺各處建立教會，幫弟兄姊妹好多，帶好多人信主添。佢對主嘅認識，佢同主嘅關係同經歷已經好深。不過保羅仍然好坦率嘅表明，佢自己未係完全認識耶穌基督。再講一次，呢度保羅所講嘅唔係得救嘅問題，而係佢渴求同主嘅關係係更深，佢渴求同主有更深嘅經歷。不過佢唔係只係用口講嘅，佢係有行動嘅，佢係竭力嘅追求嘅。真係好欣賞保羅追求主嘅心。你諗下，佢差唔多要殉道啦，之前佢仲叫提摩太，唔單止
要帶衫俾佢，仲要將書卷帶俾佢。佢就係咁樣不斷嘅追求主啦。弟兄姊妹，你信咗主啦，你而家有冇不斷嘅追求認識主呢？千祈唔好以有一日過一日咁樣嘅態度嚟度過你嘅人生啊！人要有所追求，特別係我哋信主嘅人添。而追求咧，亦都要有方向、有目標喎。如果唔係亂咁跑，都唔知跑咗去邊。冇標杆就只會白跑一場，浪費我哋嘅人生。保羅喺第13節至到第16節就係講出佢人生嘅標杆。第13節保羅話：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我哋好清楚知道保羅嘅標杆係乜嘢啦。保羅嘅標杆就係要得着神，得着神嘅心意。神呼召佢，救佢，目的就係使佢能夠得着主，使佢能夠完成教會。好寶貴，保羅喺呢度講，佢只有一件事，冇其他嘢噶啦。佢只有一個標杆，佢亦都唔會諗過去係點。呢度講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嘅，無論過去係好風光、好榮耀都好，又或者過去係好軟弱、好失敗都好，佢唔理啦。佢就係一心一意向住呢個得着主、得着主心意嘅標杆嚟到直跑。今日讀嘅時候特別中意咧，就係保羅所講忘記背後同埋努力面前。忘記有兩方面啦，第一就係信主之前嘅事，佢都忘記啦，免得咧妨礙佢追求認識主。因為保羅都講過啦，以前以為有益啫，原來其實係有損嘅。弟兄姊妹，今日有冇一啲嘢喺你信主之前嘅事或者係經歷影響到我哋追求認識主嘅呢？有嘅話咧，忘記佢，丟低佢啦，倚靠主勝過佢啦，唔好再俾佢損害到你啦。另外，保羅所講忘記背後，相信亦都講到信主之後嘅事。佢唔係忘恩啊，保羅曾經好深嘅經歷主，甚至係被提到3層天上，亦都建立過唔少教會，幫過唔少人。佢要忘記嘅唔係主嘅恩典或者主嘅愛啊，而係佢要忘記嗰啲容易使佢心生驕傲嘅事。因為人驕傲就會自滿，就會停落嚟噶啦。佢唔要咁樣，佢要繼續嘅更深經歷享受到主，佢不斷嘅追求。忘記背後固然重要，但係唔可以少嘅就係努力面前啦。保羅咧就用咗一個人喺度賽跑嚟比喻到我哋都應該咁樣追求主，態度就係全力以赴，向住個標杆，唔會東張西望，單單注意前面嘅方向同埋目標，咁樣嘅你要得着主，追求主。重點就係要我哋盡力咯，竭力嘅追求。而第15節保羅就話啦，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總要存這樣的心。若在什麼事上存別樣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們。之前保羅都提到，佢唔以為自己已經得着咗，已經完全啦，佢乃係竭力嘅追求。就連保羅都係要存住咁樣嘅心，向住標杆直跑，嚟到追求主，心無旁貸。就正如佢所講，只有一件事。如果喺追求嘅態度上唔同保羅一樣，有別嘅追求，咁又點呢？保羅相信神會喺唔同嘅弟兄姊妹身上咧教導同埋引領佢哋，神會繼續指示我哋應該以得着基督為我哋嘅人生目標。我都好感謝主，喺我呢幾十年跟隨主嘅路上邊，神的確係一次次咧將主指示我，透過主嚟吸引我，使我以得着主為標杆。我梗係唔敢話自己已經完全已經得着啦，我仍然繼續嘅追求。好寶貴喎，喺呢章聖經嘅第16節，保羅話：然而我們到了什麼地步，就當照着什麼地步行。保羅同弟兄姊妹一齊追求，好希望弟兄姊妹唔好同別人比較，
亦都唔好同佢比較啦。每個弟兄姊妹嘅進步咧，都係按部就班嘅，係循序漸進，唔係一步登天嘅。譬如保羅同主有好深刻嘅經歷，甚至係被提到3層天。唔通我哋一追求就想得到保羅咁樣嘅經歷咩？我哋冇錯，應該有咁樣嘅渴慕噶。不過我哋生活應該亦都好實際。如果連親近主都唔穩定，我哋點樣可以盼望自己有3層天上嘅經歷呢？到咗咩程度，去到咩地步，我哋就照住嗰個地步向前行，唔使同人比較。緊要嘅係你全力以赴，向住標竿直跑。最後一個段落，我未必有時間逐節同大家分享啦。呢個段落就係保羅嘅榜樣。保羅勸弟兄們要一齊嘅嚟效法佢。保羅對帖撒羅尼迦嘅教會、哥林多嘅教會都有同樣咁樣嘅勸告，叫弟兄姊妹效法佢。開頭我都會以為，哇，乜保羅咁大膽啊，叫弟兄姊妹效法佢，而唔係去效法主嘅。我哋應該似主啊嘛，唔係似保羅啊嘛。相信大家都會明白，保羅所講要效法佢咧，就唔係做保羅所做嘅事，似佢嘅性格，甚至扮埋佢個外表，唔係咁嘅意思。其實保羅喺哥林多前書第11章第1節，佢勸勉弟兄姊妹效法佢之外咧，其實佢仲有一句說話好重要嘅，像我效法基督一樣，即係話保羅勸勉弟兄姊妹效法佢乜嘢咧？就係效法佢效法基督，即係要似佢，有似主效法基督嘅心。所以保羅留俾我哋嘅榜樣咧，唔係講說話行為嘅樣式，而係講緊心靈嘅態度，特別佢對主嘅心。所以有啲人扮禱告、扮敬虔、扮到自己好似好愛主，但心靈嘅嘢係扮唔到嘅，只係得個空殼，唔會成為人嘅榜樣。當然係唔會得到主嘅稱讚同埋欣賞啦，更加係唔會得着主。好啦，我就分享到呢一度，我哋而家有時間就靜落嚟咯，學保羅啦，學保羅要追求主、認識主、得着主。我哋到主面前，深深嘅經歷享受佢啊！願主祝福你。